我哋通常將自閉症嘅孩子稱為星星的孩子，佢哋似乎係嚟自另外一個世界嘅孩子，又似乎沉醉喺兒童時代，佢哋需要愛。但就讀喺寶安區寶城小學嘅一個自閉症孩子，佢被一群家長再次聯名趕出學校。四眼白磚歡迎圍觀。近日就讀喺深圳寶城小學嘅15歲自閉症男仔李猛呢，因為俾其他家長認為保證唔到佢武功嘅成，就被19位家長聯名趕出校門。即使佢有非常高嘅音樂天賦，語言同埋溝通能力都唔錯，就算佢中意學校，哪怕係冇課本，企喺度聽課佢都制。但係佢仲係第4次俾人趕出校門。李猛嘅媽媽就希望啦，家長們可以俾小朋友一個機會。網友聽聞紛紛圍觀，板磚就橫飛啦。網友有啲甜呢，表示可惜噃。自閉也有罪嗎？好多個自閉患者其實就是個天才，我看嗱憐憫個家長才有病哦。網友蟋蟀的歲有個諗法，一般的學校教育確實唔適合呢個聲音呢，國家應該揀一下專業嘅、正規嘅、屬於呢個孤獨症聲音嘅學校。網友0分天才呢就似乎有啲無奈。愛同埋高考係無關嘅，咁我哋啲細路哥呢要應對高考噶嘛，冇多餘嘅時間去愛呢啲同學噶噃。網友綠色嘅狗狗呢有啲唔理解啦。讓他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，教會他生活自理就好了，何苦一定要進普通的學校呢？網友月落荷塘呢就咁講，完全不明白何謂將心比心。如果是你的娃兒呢？我哋國家呢係有法律規定噶，但凡適齡兒童均可就近入學。但係呢啲家長僅憑自己嘅臆斷，就聯名剝奪咗一個特殊細路嘅受教育權利，利益同埋愛成為咗博弈關係，等特殊兒童最需要嘅愛傷痕累累啊！咁四眼我認為啦，無論係社會定係政府，都應該為呢一群細路仔提供相應嘅教育條件，而唔係等家長自認倒霉。四眼我就呼籲多一啲真愛，等呢啲星星嘅小朋友醒翻，等社會多一份色彩。